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强烈大陆冷气团已经到台湾啦。透早受到辐射冷效应的影响，苗栗公馆温度上低，干那7度2。气象署嘛针对11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，温度上低可能是无到10度。若明仔早起，中南部早暗的温差会搁较大。到投票迄天，拢是侪云到好天，提醒乡亲衫着爱穿好少，才袂去感着。大台北早起出大日，不过温度也是有较低。强烈大陆冷气团到位，气象署针对11县市发布低温特报，其中苗栗公馆透早干那7度2，嘉义市的东区嘛干那7度5，台南新化、云林岛南，也有嘉义的民雄，透早低温拢较无8度。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是有较大冷，所以透早伫辐射冷却的作用中，中南部温差会搁较大。11台南以北低温伫10度至12度，但是12透早各地也是有寒冷的感觉。但是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，就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，由于冷空气本身的影响，加上夜间还是有辐射冷却的效应哦，所以普遍的一个低温大概就是落在12度左右。沿海空旷以及近山区的平地，还是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哦。冷气团到位，伊所提醒，透早温度向降低，交感神经受到刺激，血压会升悬，心跳变紧。若是较侪血也是三高族群，都爱注意穿好少。而且若是加穿衫，都爱搁注意头暗滚，也搁有骹手爱有风寒的做法。颈部的保暖很重要的一点是，大家容易忽略。因为像是我们是一些像是比较重要的器官或大血管，像是脑部啊，或者是说大血管，就是颈动脉等等，都在这些地方。所以这些如果你在出门的时候，还是注意哦，就是要做好保暖的措施。12日下开始，各地温度慢慢的回升。13选举这天，各地拢是维持好天至侪分的稳定天气。后礼拜1甲拜2，又搁有东北季风的报道，北部东半部的天气会变较凉，而且会有落底阵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